我之前都一直以為咧坐完月做完運動，身體就會恢復翻去好似生之前咁啦。但係少年你實在太天真啦，有啲嘢係冇咗就冇咗噶啦。因為咧原來私密處嘅鬆弛係會影響到日常生活。咁其實喺我哋懷孕嘅時候，身體係會分泌一個鬆弛同埋黃體素，幫助你嗰個骨盤底肌放鬆，去承托慢慢變大嘅子宮。但係當子宮嘅重量慢慢變大，負責支撐個器官嘅韌帶同埋筋膜咧就會過度拉扯，咁就會慢慢加重呢個鬆弛嘅情況。同埋因為私密處咧好似皮膚一樣，都會因為乾而痕嘅，咁所以私密處其實都係需要保養嘅。做呢啲私密療程咧，我就一定唔會揀啲流水式嘅 centre。Slim Body 係會做一個私密分析，再度身訂造方案，用佢哋嘅專業去因應客人嘅私密情況提供解決方案同埋建議。我揀嘅呢個360私密緊緻重塑療程，就係用一個定向超聲波加單極射頻科技，過程係完全無創無痛同埋冇恢復期，亦都可以做到360全面緊緻，收緊內外私密肌層，刺激膠原蛋白增生，增加組織嘅彈性，改善乾澀同埋敏感度。最緊要係個環境都夠乾淨衛生，用過嘅治療頭全部都係一次性嘅。呢啲咁貼身嘅位咧，一定要用啲一次性嘅頭，做起上嚟都會安心啲。都好推介大家去 Slim Body 呢一度做私密處嘅緊緻療程嘅，因為呢間公司咧佢口碑不嬲都好好嘅，除咗係大公司分店遍佈港九新界之外，佢哋嘅價錢都好公開透明同埋收費合理嘅。喺呢個時候用我嘅專屬 promo code 去登記嘅話，仲有額外嘅優惠。如果大家想知詳情咧，就去 info box 睇下啦。